良知不分贵贱，英雄不问出身。大家好，这里是湖南卫视《平民英雄》，我是主持人钟山。8月12号晚上9点多钟，一阵女童凄厉的哭喊声突然划破了新疆哈密市原本平静的夜幕。新疆哈密的晚上9点，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本该是各家吃晚饭的时间，可是大营村的村民们却聚集在了这个狭小的走道里面。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行，有什么？家文啊，到现在还是在打。不要着急，我们正在救。啊，不要着急，一定不要着急，着急也没用。现在。Nima shango chaqdi yugurib chiqib bolani o'pirilganini ko'rib ham jiddiylashduk hamda. Hammamiz jiddiylaşdik. Ko'rgan odam yerda qarab turg'udim bo'lmaydi. Ham bassaq hammamizning tushkimiz ketdi yerga. Bir bola tursa, inson tursa, bir jon tursa. 原来就在几分钟之前，大营村的阿布列爷爷家年仅1岁半的孙女艾克丽叶在玩耍时，竟然意外地掉进了自家厕所里面。突然的噩耗令爷爷阿布列猝不及防。进去以后，他家跟我来了，我挪一个东西啊，就一进去以后就娃娃没有了，我一看在那个地上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进去的。那么一个小的孩子掉进了粪坑。粪便会如同沼泽一般，让挣扎的孩子越陷越深。可是，仅20公分宽的蹲坑，却让紧急赶到现场的消防犯了难。到达现场以后一看，那个坑太窄了。我们当时也想找一个4、5元的战友，把他放下去，然后把小孩抱上去。但是想一下，那坑真特别窄，当时我们所有人都下不去。别吧，这个家文教，这个家文教你看这个小孩，这个小姑娘，这个行不行？这个和那个差不多。不行。哎，这个行吧，这样办法就行了嘛。刚才这样办法的。你们让开，你们都让开。啥？小姑娘，你怕不怕？啥子的？啊，小姑娘，你怕不怕？就在我们非常焦虑、非常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在妈妈的鼓励下站了出来。站出来的这个小姑娘名叫卢里娜，体型瘦小的她今年13岁，还只是一个小学6年级的学生。事发时，卢里曼的妈妈很快就来到了现场帮忙。当她发现很难有人能够下到厕所里面的时候，就赶紧回家把小女儿找了过来。不救不行啊！你看这么多人都想救，那救不好，你能下去你就救给好吧。我们就都给他说了以后，他妈妈也给他说了，你下不要害怕。好多人想下去，但是就下不去嘛。然后我妈妈又跑到我妹妹旁边，然后跟她说，说了好多话，然后她才愿意去的。终于在妈妈的鼓励下，13岁的卢里曼同意下坑救人。试一下，你们让开，你们都让开。对。这两后面不行，哎，对，这两哎，对，从侧面打，这两哎不在起的上，可是不在起的上，这两哎，我知道吗？我知道，快，这两哎，手套，我知道吗？我知道，还可以的噻，娃现在已经没声音了。我让你吃不了，买了家里什么吃？哎呀！我有个什么我想吃，什么不能没的啊？没有，那。就在消防叔叔给卢里曼系上安全绳时，他变得特别紧张。从黑不见底的厕所内传来小女孩凄厉的哭声，阿布列爷爷又在紧张的哀求和催促。眼前这陌生的一切，把只有13岁的卢里曼给吓坏了。刚开始那个丫头也害怕哭呢，她就不敢下，害怕呢。现在已经没声音了，我让你吃不了，买了家里什么吃？哎呀！那吃过了吗？我有个什么？消防叔叔当下决定，在卢里曼受到惊吓的情况之下，不能贸然的让孩子下去救人。一个毫无救援经验的13岁的孩子，一旦情绪失控，他自己很有可能也上不来了。
上吊去啊！如果只能在家吃就能了，不能不好，慢慢来。通过手电筒的照射，消防战士看到在深邃的厕所底，1岁半的小埃克利叶正在无助地哭喊着，到底该怎么办呢？中间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底下就是哭的声音特别大，但一到中间那一会儿，就是小孩子下没声音了。当时所有人都特别着急，以为就是小孩子快那个坚持不住了。更为头疼的是，阿布列爷爷家修建的这个厕所深达9米，在遥不可及的粪坑顶部堆积了至少3米厚的粪便，由此产生的大量有害气体将会通过呼吸道进入小埃克利叶体内，引起中毒。如果再不及时抢救，甚至可能会因为呼吸和心脏麻痹而迅速死亡。近年来，多起在粪坑中发生的惨剧告诉我们，小埃克利叶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几次尝试都没成功，旁边的家属更加着急，他们的叫声、他们的哭声也让我们十分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因为下面我们一直听小孩的呼唤、救唤，我们必须要拯救他们。所以说我们当时很焦虑、很着急，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对小孩的那个伤害越大。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突然冲了进来，然后那个小孩子就是他妈妈来了嘛，看到自己孩子在下面，就是哭的也是泣不成声，就是脱掉衣服准备就往下跳。原来这个失控的女人正是小埃克利叶的妈妈阿米娜。怎么了？下去了，但是那个洞口刚好到这地方就卡住了，因为这有2个骨头下不去。那时候就已经绝望，觉得哎呀，这咋办呢？孩子已经没救了。他就特别着急，在那蹦又跳，往下挣，感觉应该已经滑烂了吧？也许是看到了小埃克利叶的妈妈阿米娜阿姨不顾一切的举动，之前已经被吓得不轻的13岁小姑娘卢里曼，此时她似乎明白了自己的重要性。后面他妈妈劝他，哎呀，你就不要害怕，这个就一条命，你就救出来。最后那个丫头呀，后面他就愿意下来。在母亲的一再鼓励下，卢里曼终于有勇气踏进那个深不见底而又臭气熏天的粪坑。可是他的脚刚刚伸下去，绑在胯部的绳索又被卡在了厕所口。为了保证他的身体能够顺利下到粪坑，消防战士只好将之前绑在卢里曼腰部和胯部的绳索给取掉，最后仅只是固定了小姑娘的肩部。救援措施的微小改变让她的情绪变得反复，从她微微颤抖的身躯上，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13岁的少女内心充满着恐惧和不安。还是有点害怕，我们工作人员就说，让他不要害怕，我们的绳子把你拴着的。有一点恍惚，但是可以看出来他在努力想要把那个小女孩救上来，他也非常坚定。啊，一共救援绳一个保险绳。来，把这绳过来啊！快点，卢里曼成功全身进入了粪坑，大家的心情更加紧张了。从粪坑里面散发出来的恶臭几乎让人窒息，谁都不敢确定小姑娘能不能坚持住。如果只能在家吃就能了，不好，慢慢来。他放下去的时候也比较惊恐，好多人员就是一人拿把手电给他把灯照亮，然后让他没那么惊恐。绳索继续往下滑，穿过了恶臭、冰冷又漆黑的茅坑。
于接触到了坑底的粪便。可是小姑娘却到了她可以坚持的极限，痛却刺激着年幼的她，努里曼再一次被吓得大哭起来。但是下去以后，那小女孩开始哭了，一时下面害怕，完了以后那味道气味比较难闻，我们当时只能让她忍受一下，但是她的手又去够那个小女孩，我们知道这有戏，肯定可以有办法，然后我们就还是往下放。没事，没关系。尽管害怕，尽管在哭，消防战士却看到努里曼并没有忘记自己下坑的任务。他的腿已经陷进去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小女孩连拽带抱的就搂到怀里了。我们一看有戏，我说抱好，我边拉边给他喊，我说你抱紧了。加油！抓住！下坑的。来，抓住点！完了，抓住！我在下坑的，我下坑的，抓胳膊！哎，对，好，快！努里曼不仅坚持住了，还成功的把小埃克利叶从粪便里面拽了出来。等大家伙儿把怀抱着女童的努里曼快速拉到粪坑口时，他用尽全身力气，先把小埃克利叶拖出了坑口。我看见小姑娘马上脱水的时候，当时什么也没想，迅速抱住了那个小女孩。抱上来处发现全身都是粪便，没有一处干净地方，我就赶紧就递给120急救人员。最后喊出来说孩子已经救上来了，那时刻我就觉得心里面一下给亮了。23点07分，小埃克利叶成功的被救出厕所，送往医院。23点40分，医院宣布孩子已无大碍。13岁的努里曼做到了，美丽的她跳进粪坑，救了小埃克利叶一命。好样的，努里曼！如此恶臭扑鼻的气味，如此黑暗阴冷的环境，13岁的努里曼竟然从粪坑里边勇敢地完成了救人的壮举。其实中山我很好奇啊，能做出如此举动的小英雄究竟长什么样呢？他为什么有着超越同龄人的胆量？好，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平民英雄努里曼伊马尔。你好，好漂亮的维吾尔族小姑娘，来，首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叫努里曼，今年13岁了。来自哪个学校呢？来自汉密西中。你怎么又？怎么？我吓着你了吗？哥哥没吓到你吧？那你为什么突然想哭呢？一上来不知道，是被这些姐姐们吓着了是吧？那被谁吓了？还是你心里面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呢？紧张？紧张的吓哭了？漂亮的姑娘的眼中不应该有眼泪哈。刚才啊，我们在看那个片子的时候，我发现你刚放下去的时候，传来一声尖叫，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也会掉下去的那样。你害怕你掉下去是吧？但问题是你后面有一根绳子在牵着你啊。我害怕他放下绳子。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想法，确实对于一个13岁的小姑娘而言，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后来你把小孩救上来了，然后呢你也上来了，这个时候
那个小艾克利叶的家人是不是特别的感激你、感谢你呢？就是感谢我。感谢你，你当时怎么说呢？就是没关系的。是我也喜欢艾克利亚。事发之后的1周，我们再次来到了当时的救援地点。喜洋洋，喜洋洋，喜洋洋。爷爷告诉我们，小艾克利叶的身体已经恢复，现在的他仿佛已经忘记了1周之前的那场灾难。白细胞这个啊，这样子就是那个有些经打的以后，现在估计可能经常了，现在就他精神状况也很好，精神状态都很好。当我们问起家里面为什么还会保留原始的汉册时，可以看得出来，大人们还是有一些悔意。我那时候的感情怎么说呢？跟疯子一样了，真的。大家都尽力了，因为孩子掉的这个地方真是，当时为了就是想着别让他掉进去，然后还特地把那个口弄小了一点，想着别让这些小孩掉进去了。你那天也在呢？在呢，我那天过呀，害得人着急的。提起卢里曼，艾克利叶的家人非常感谢。卢里曼这个女孩，她当时就是，特别有勇气啊，把我们家女孩救出来，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她。事后，卢里曼还收到了无数的褒奖。粪坑救人是一种壮举，但是对于仅仅13岁的卢里曼来说，在同学和熟人的面前，这件事情却似乎变得有点难以启齿。就当天可能害怕了吧，就不愿意出门。现在就一出门，他就很多人就问他那个事儿，因为是那里面全部都是屎嘛，然后他好像不好意思，有人问他的时候，他就是好像不好意思。那天晚上的10点多钟，当卢里曼被缓缓地放入粪坑时，他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情呢？巨大的恐惧让卢里曼根本就不敢往下看。那一刻，在他的心中，时间从未如此的漫长。当卢里曼终于下到底部后，小家伙看到了头顶的姐姐，他慢慢的镇定了下来。没事啊，放，好嘞，抓住点，出去完了，抓住，我在小胖子，我在小胖子，抓胳膊，哎，对，卢里曼是爱美的，13岁的小姑娘还不能明白自己所做到的意味着什么。她不敢告诉同学自己下到粪坑里面救了人，因为她觉得沾上了粪便就不会美了。也许要到很多年之后，勇敢美丽的卢里曼才会知道，即便是那一刻自己全身沾满着恶臭的粪便，13岁的她依然是美丽灿烂的。还在想啊？那时候浑身臭臭的，你还干嘛呢？嘿嘿嘿，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内向的小姑娘。对于内向的小姑娘，有一个最好的办法，不想说话的时候就笑，嘿嘿，嘿嘿。我知道那天发生的事情呢，你也不太愿意去回想，是吧？肯定会带给你一些阴影，没问题。我要告诉你的是，在更多的人看来，绝大多数人看来，那天你的举动是一个英雄的举动，顶呱呱的举动。好，下面呢，我提议啊，有些话孩子可能也不太好说，我提议呢，今天孩子的姐姐啊、妈妈都来到我们现场，我们用掌声来请他们上台。来，好，
姐姐，哎呦，很漂亮的姐姐，来做个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是努里曼的姐姐，我叫诺尔比亚，我妈名字叫兹里汉。兹里汉。那么我想问问你，你那天是几点钟回家的？我那天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妹妹正在洗澡。那你当时进屋闻到了一股？哦，我回家就闻到了一股那个味儿，然后家里面全都是那个味儿，然后我问他，他就说那个谁掉下去那个厕所里了，然后他救出来的。哦，真的洗了3次，那不洗了个把小时啊？啊。那么洗完澡之后，小奴当时是不是有点情绪啊？啊，他就是他就是特别不愿意洗完澡以后就那个味儿还没有消失，就是他还在那边哭。真的啊？啊。那做姐姐的当时有没有劝他，或者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呢？劝了，他还是听不进去。你还是个蛮倔强的小姑娘啊。哦，好，行。但是我还是想问一问大姐啊，就是当时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了那样的一个很恶劣的场景，你当时怎么想着啊？把咱们小奴推到了前边，而且他刚开始还有点害怕，你怎么着还会去劝他呢？Qarsam yig'lab ovozi chiqmaydigan ketdi. Shuning bilan keyin Nurimanni yaniga berib, aqliyaga siz amroq tursangiz tushib aqliyani qutuldirib bering deb akazan opadim. Apiribdimi aka? Nurimanni tushirdi. Tushirib aka balni oldi. 孩子的是那个小女孩啊，是艾克利尔啊。自己的女儿呢？小努里曼呢？担不担心？妈妈？担心。担心是，也确实担心。但是我觉得大姐真的是一个热心肠，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自己的女儿也在那个黑洞下边，但是她想到更多的还是在想要被救的那个孩子，是吧？哎呦，妈妈真的是不错，来为她鼓掌。那现在做完整件事情之后，是不是对妈妈现在还有没有一点小埋怨呢？会不会有点怨妈妈？你当时怎么让我下去啊？没有。没有啊，因为你把那个小姑娘，你平时关系好的那个小姑娘，你把她救上来了，现在你也挺有成就感的，是吧？其实我们现场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努里曼，啊，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和芒果微基金共同设立的平民英雄公益金，以提倡和鼓励见义勇为。那今天我们的平民英雄公益奖金奖励临危不乱、勇敢懂事的小英雄努里曼伊马尔5万元，作为努里曼的成长基金。来，其实啊，在我们的心中，一般就是维吾尔族的小姑娘，那一个个绝对是能歌善舞的。既然来到了现场，要不给我们献上一段好不好，努里曼？城市中来去匆匆，多少片段难捕捉。平凡的陌生面孔，来去交错，生命中难免总会惊慌失措，无助中颤抖。稍后请收看湖南新闻联播。